大家好啊！先多謝大家對上一集嘅支持。今集內容會更豐富，會有更多細節曝光，連當地導賞員都唔會話你知，亦都唔會帶你去。今集又繼續由我呢個冇乜人睇嘅港燦 YouTuber 入去拍攝。要去呢個地方，可以喺福田口岸過關之後直接打車，需時1個鐘，亦都可以坐地鐵4號線去到紅山站，之後再轉6號線去到陽台山東站落車，揾 C 出口出。之後用咗10分鐘時間坐的士，就會去到我去過好多次但係仲未厭嘅神秘地方 Marysford 馬斯菲爾大廈。自從上集播出之後，聽到當地嘅餐廳同實 Q 哥哥反映，話最近多咗大量香港人入去參觀，變相令到呢個原本好神秘嘅地方都逐漸變得唔再神秘，搞到小弟都想自己親自帶團入去睇睇。不過應該冇乜人會有興趣。講返眼前呢個用咗15年時間，兼用咗10億嚟起嘅神作，係國內高級時裝品牌馬斯菲爾嘅集團總部。相信全世界嘅國際時裝品牌嘅 headquarter 都冇呢度起得咁誇張。如果真係如官方所講用咗10億嚟起，咁對於我哋香港嚟講，呢個數目可能真係濕碎。事關香港稍為有啲規模嘅建築物都用超過10億，唔敢想象呢個神作如果起喺香港會有幾咁震撼。整個園區分為辦公大樓、主大樓同展覽廳，分咗2期興建。今集稍後時間會直接闖入馬斯菲爾大廈嘅心臟地帶，即係辦公大樓睇睇。個人最欣賞嘅係呢個正門。如果大家俾啲想像力嘅話，係好似日本卡通片《機動警察》個頭嘅。我嘗試再用航拍機飛到最高望落去，會見到一隻超級大飛蛾。如果我冇估錯，應該係寓意公司嘅業務會振翅高飛。容許我講一句，呢個真係一個靚到黐線嘅建築。呢度有齊侏羅紀公園嘅場景，未來戰士嘅科幻，更加有盜墓迷城嘅神秘。究竟呢座建築物嘅興建嘅過程係點樣嘅呢？翻查資料，呢個神作喺2007年進行設計階段，並且由新西蘭國寶級建築事務所 Architecture Van Brandenburg 擔當嘅。Mr. Flat 係當時嘅總設計師，並且聯同國內多間知名嘅設計師共同參與。喺2008年，總部大廈開始工程招標，參與投標嘅有國內8間頂級嘅施工企業。當時只有江蘇華建可以按1:1比例做出咗一個葉片嘅實物模型，而成功中標嘅。當江蘇華建知道自己中咗標而滿心歡喜之際，噩夢先至剛剛開始。總設計師 Mr. Flat 係西班牙建築大師 Antonio Gaudí 嘅超級粉絲。高迪先生出生於1852年，
係建築界嘅天才，至今無人能及。佢嘅作品以複雜、新穎、個人色彩強烈而聞名於世嘅。佢亦都信奉直線屬於人類，曲線屬於上帝，所以你喺馬斯菲爾大廈係好難揾到一條直線嘅。佢嘅作品主要運用咗大量嘅拋物線、雙曲面線等等幾何形狀，令到整棟建築物都充滿流動感。佢絕大部分嘅作品主要係集中喺西班牙嘅巴塞羅那，當中聖家大教堂更加係巔峰之作，剛剛喺今年2026年先至封頂，成為全球最高嘅教堂啊！為咗令施工單位更加了解整個項目，設計師 Mr. Fat 邀請咗相關人員去到巴塞羅那逗留咗10日。俾佢哋睇晒高迪嘅所有作品。據了解，有關工程師都表示呢一個係難度非常之高嘅建築，每個環節嘅複雜程度遠超乎想象，係完全冇先例可以跟隨嘅。為咗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變為 Possible， 一共進行咗至少3次嘅全國性結構專家會議，其中最棘手嘅莫過於酒店大樓嘅一幅長達100米嘅模型曲面，呢個由設計到完成已經用咗3年時間，再加上12塊好似芭蕉葉一樣嘅巨大葉面屋頂，係由鋼結構外包混凝土而造成嘅。由於呢種葉面會因為冷縮熱脹而變形，如果仲要喺上面貼磚嘅話，會存在巨大嘅安全隱患。難聽啲講，係會揼死人嘅。為咗克服呢個困難，江蘇華建創新採用咗名為預鋪反貼法嚟解決，即係先進行裝飾層施工，然後再進行結構層施工。除此之外，設計師亦都要求竹節同埋竹子嘅紋理要同曲面形成嘅原理吻合。為咗呈現竹紋嘅最佳效果，江蘇華建專程去咗江西，包咗一座山頭嘅竹林，精挑細選咗一批藍竹，再用咗半年時間製造咗呢個波浪形竹紋清水混凝土牆，即係眼前呢個由出邊可以望到入去嘅保安監艇位置。另外，戶外花園有一道圍牆，造價達到1億元。江蘇華建採用咗特殊嘅碎拼工藝，將平平無奇嘅柱體通過咗飾面材料嘅螺旋狀鋪貼之後，形成咗栩栩如生嘅龍捲風造型。設計靈感來自高迪先生嘅灰爾公園啊！馬斯菲爾大廈最大嘅特色係90%嘅物料都係由回收翻嚟造成嘅，包括咗由景德鎮同埋雲浮回收翻嚟嘅大理石，以至由全國回收翻嚟嘅碎瓷片、玻璃、回收磚，數量達到4000噸。最初我都以為係將回收翻嚟嘅碎石抌落地下，然後再用人手逐塊逐塊鋪上去。實情係江蘇華建邀請咗華南理工大學一位教授，運用咗俗稱拓撲學嘅原理嚟設計，從而令到各種形狀嘅飾面磚可以隨意拼接。
最後仲揾埋佛山嘅陶瓷廠開模按編號鋪貼之後，先至出到而家呢個效果。呢一個真係一個巧奪天工嘅傑作。同最初估計整個 project 只係會用7至8年，但係最後竟然要用15年時間先大致上完成，無疑對各方面都係一個折磨嚟嘅。值得安慰嘅係留低咗設計師對高迪先生嘅致敬作品，同令江蘇華建贏得咗45項專利，以及江蘇省科學技術成就獎。今次我又差啲用齊海陸空嘅拍攝形式去影呢條片，應該值得大家留言、分享同讚好啩。沿住呢條路行上去，會去到明年上半年先至會落成嘅6星級藝術酒店。雖然暫時未知道入邊嘅裝修係點啊，但有一樣嘢肯定知道嘅係，一定唔會300-400蚊一晚。如果本頻道明年仲未執笠，一定會過嚟影俾大家睇嘅。由航拍機望過去，驟眼睇只有大約30間房，個露台大到可以擺4台麻雀嘅。有可能成為全深圳最奇特嘅酒店。呢度有一個天然嘅回音牆啊！你講啲乜嘢，成個深圳都聽到嘅。等我行前啲先。Hello，馬斯菲爾大廈，馬斯菲爾大廈，仲請唔請人啊？以小弟一表人才，相信只會適合喺呢度洗廁所。去過國內好多嘅透明洗手間，相信呢一個係最靚嘅一個。提提大家啦，如果打算入嚟參觀，建議穿着淺色嘅長袖衫，事關戶外區域會比較多蚊蟲。個人覺得秋天入嚟參觀係最適合嘅。除此之外，呢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偏僻，旁邊係新月美術館，再旁邊係美景閣酒店，係另一個遊客必到嘅打卡熱點。另外，一定要先進行預約，收到邀請碼之後先至可以入嚟嘅。唔建議大家白撞入嚟。如果俾人捉到嘅話，應該唔會俾人行政拘留14日啩。帶大家入去主大樓參觀。
入面陳列咗馬斯菲爾集團旗下嘅所有品牌，參觀人士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即場購買嘅。好奇睇下呢件衫賣幾錢先？6980。呢個價錢係我航拍機嘅價錢。另外，時裝店旁邊有呢間好有特色嘅咖啡店。行到攰攰地，有間 coffee shop 俾你休息下都幾好嘅。驟眼睇，價錢仲平過出邊嘅 Starbucks 啊！聽講公司員工仲有3折優惠添。飲埋杯咖啡，嘆埋件餅，就帶大家上去辦公大樓睇睇。最後上埋呢個好有創意嘅辦公大樓，整棟大樓樓高6層，當中4至6樓係打通嘅。如果用大飛蛾去形容，分別位於左腳同右腳。左邊主要係行政部同埋商務部，右邊係大型板房 studio 模特兒培訓中心。入到去內部，依然都係一貫高迪先生嘅設計風格，係沒有直線，只有曲線。同時，我亦都發覺整個園區除咗實 Q 哥哥着得比較 casual 啲之外，其他員工都好有 fashion style 嘅，應該係要貫徹翻。呢一個係國內最有影響力嘅高級時裝品牌馬斯菲爾集團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